在有生之年能够让本身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发光发热。因为喜欢，所以你会不离不弃，甚至变成志业，变成一生的一个理想跟抱负。以醉拳、螳螂拳闻名武界，来自苗栗公馆的林昌香把武术视为第二生命。所以习武之人不能有一日怠惰。是的，一日有练一日功啊，当你多爱练习，多得练身体当你多爱练习，多得练身体，每天都要练习，可锻炼身体。练武防身保命，也锻炼心智。林昌香立志传承武艺，在淡水成立武馆。47岁的他已经投身武术教育20多年，从研究生、大学生教到小学生，桃李满天下。仙人指路。我还是会把这个棒子再教给一棒一棒的教下去。我们家助教也是水源国小毕业的，他也就是从我们这个水源国小3年级练到现在文化大学国术系4年级。练拳脚功夫专注投入，小朋友眼里散发光芒。学校师长长期观察也发现，一些在课堂上不容易专心学习的孩子，接触国术之后变得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真的功课不是顶尖，但是他们以后一定会找到他们的舞台，就凭着这样子一个能量。人家一般都想说客家精神很坚毅啦，很应景啦，我觉得就是个坚持啦。5、6、7。爱武成痴，考大学锦专落榜，差点闹家庭革命，林昌香都没有放弃。2013这一年获颁新传奖中华武艺奖，鼓舞他坚持信念。一起念念看，要多练习哦。但你都爱练习，多得练身体。但你都爱练习，多得练身体。谢谢宗仪老师。